起，对不起，花公子。想要征服列国，争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若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女儿羞愧，女儿有负你的期望重托了。继儿，我们要上路了，你怕不怕？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
不能不哭。母亲又一次辜负了我公子，上次因为你负我，这次因为秦国。母亲欠他的情太多了，我一生的眼泪都还不完。子歇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母后，怎么样？见到魏国使臣了吗？魏国使臣说，只要秦国答应将上郡15县还给魏国，魏王就可以放弃对王后和公子华的辅助。上郡15县，太过分了！不行，他们这是落井下石，乘人之危。不过，若是魏国真能倒向我们这边，倒也可作为暂且之计。那使臣说了，魏王就算放弃王后和公子华，也不会站出来推举我为秦王。他要扶植在大梁做人质的公子瑶。魏王为何选中公子瑶？他生母低微，本人也不甚出色，才被先王送去做人质。说不通，根本就说不通。那使臣说，魏王要的就是这样的秦王，不甚出色，却很听话。那公子瑶在魏国多年，对魏王言听计从。魏王叫他去东，他绝不会去西。就什么？就跟我一样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滚！母后，还不快滚！给我滚下去！母后，公子还不快快退下，再气着会后。哦，干相，公子庄。会后。干相免礼。怎么样？找到处理子了吗？他不在府上，据说出城去了。这些日子每让他进宫，他就称病，已经许久不出门了，怎么突然病又好了？据微臣所知，王叔养病，并未闭门谢客。他府上各路朝臣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前些日子还亲自送雍瑞出城，前往燕国。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微臣猜测，他们是想把芈月母子接回秦国。大胆！质子无照回母国是大罪。会后，武王已没，此刻秦国已无王无君啊！想想雍瑞与嬴夫人的关系，他亲自出马，必定和那遗诏之事有关。都到哪里去了？眼下会后秘书占着咸阳城的王宫，魏仪和魏夫人带着一批公子华的人马，占了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各路兵马日日杀进杀出，如今城中的住户都逃到城外去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各郡县封地都在各自为政，封路割据。村村镇镇，人心惶惶，田地荒芜，集市凋敝，满目疮痍，心痛啊！这一切都是老夫的罪过。
楚离子能幡然悔悟，总算不晚呐。永瑞和米夫人已经离开燕国多日，如今到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赵国和燕国原先答应好护送米夫人他们入函谷关的，但是米夫人知道没有白得的好处啊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这太危险了！听说会后已经派出多路王军，在通往咸阳的各条路上严加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。芈月母子要回来的消息，大概让他们也知道了。所以我也让魏冉将军带人前去迎候。眼下大秦的确也只能指望他们母子了。唉。姑母，华哥哥来信了，说是这2日情形不大对头，朝廷派了不少王军在各条道路口设了关卡，好像在抓捕什么人。不是针对我华儿或其他公子的吗？不像是。那是在抓谁呀？听说芈月带着公子季回来了。芈月回来了？据说是朝廷的一些老臣派人把他迎请回来的。这个时候迎请他回来，那一定与那道遗诏有关。姑母说的是，自先惠文王去世之后，宫里出现了不少古怪事情。先是穆坚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后是那会后又派人将成明殿掘地3尺。据当事人说，起因都是那道遗诏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让那当事人这些日子把眼睛瞪大些。说起那当事人，姑母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，他靠得住吗？出卖主子的奴才全都靠不住。我们要的是他做我们的耳目，而不是他的忠心。姑母在想，芈月回来了，没准儿他能给咱们帮上大忙。当年芈月对我华儿颇有好感，还在大王那儿力荐华儿为太子。眼下我们与交房殿之间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既然这芈月和芈姝已成为死敌，若能与咱们联手，胜算岂不大了许多？